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出現？因為單價高咯，個個髮型師都想收高啲單價，染髮、電髮、treatment、highlight 咁樣，整一整張單就2000幾咁樣，幾舒服啊！所以有好多髮型師就係轉移 chemical，而剪頭髮就係剪個 one length 一個長度咁樣搞掂，係啦。同埋亦都有好多髮型師玩緊套餐，即係包洗剪吹，要你做 chemical，又或者係唔接淨係剪頭髮，淨係染髮電髮先接。其實你會發現慢慢係被淘汰咗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以前係淨係流行可能 highlight 啊、髮色啊、電髮，但係而家係流行緊啲唔同嘅剪裁開始，即係而家流行高層次啊、狼尾啊、女性嘅狼尾啊、日系剪裁啊，各種唔同高難度嘅剪裁，而家係越嚟越流行嘅。因為大眾都厭倦咗頭髮上 chemical 嘅轉變，同埋佢哋嘅審美都提高咗，所以只可以從剪裁上面去做一啲唔同嘅變化。加上經濟差咗啦，染髮電髮唔係必需品嚟嘅，但係剪頭髮一定係必需品。咁同埋你有一班 keep 住剪頭髮1-2個月嚟剪頭髮嘅客人咧，好舒服，你嘅收入係好穩定，即係無論風吹雨打啊，點樣經濟差，你都會有一班 keep 住揾你剪嘅客人㗎嘛。係啦，想收入穩定啲又 OK 嘅咪提高個剪頭髮價錢咯。